人，你休困者，你莫搁叮当啊，无你受伤会麻烦。系啊，你休困者，嘿，莫叮当，有该叫我车，嘿，莫叮当。你来者啊，有该叫我车。人，你休困者，你莫搁叮当啊，无你受伤会麻烦。系啊。不要，你不要动！我说你不要动！ 没了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转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自己承认啊！自己承认啊！我没有做过。再去捡那一包。对，把它捡起来。 你帮我拉到我们去，我等下他等下会过去。今天凌晨，本辖益民路发生一起凶杀案件啊，死者与这个叶贤啊原本就有债务上的一个纠纷啊，于是今天啊自称前往叶贤的住处啊来催讨债务啊，没有想到引发这个叶贤啊这个杀意啊，用持刀将这个陈姓死者啊砍杀成伤，经送往医院急救以后啊，不幸这个血流过多致死啊。那警方获报以后啊，立即成立这个快打部队啊，3分钟内啊前往这个现场啊，将这个叶贤逮捕到啊现场，并扣得这个行凶的50刀1把。那全案啊，我们朝这个杀人啊来侦办。